Hello 姐姐， Hello，你好嗎？姐姐叫咩名咧？我叫名 Tina，我今年38歲。你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。有冇自己小朋友啊？有有幾個小朋友咧？有2個。兩個小朋友。嚟香港做咗嘢幾耐啊6年啦。 6年啦。照顧小朋友定照顧老人家㗎？照顧老人㗎。照顧婆婆嘅，係。好，姐姐驚唔驚狗？唔驚。大狗細狗啊？大狗唔好驚㗎，細狗唔驚。明白。食唔食豬肉㗎？唔識煮肉。識唔識煮中國餸咧？我識煮中國。識煮中國餸。識㗎。係啦，識煮啲乜嘢啊？煲湯啦，蒸水蛋啦，炒飯啦，炒菜都 OK。好， OK。係。如果僱主叫你自己樣去超級市場啊，去街市買嘢，有冇問題啊？冇問題。冇問題嘅，OK嘅。好，唔該晒你姐姐，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。